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无能假病囝，这个意思是无病罔害，争取同情。当这个父女朋友有新的时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，能接的分泌当然嘛有差。有较有能的，分泌较旺盛的，甚至会出现长能的现象；啊，有较无能的就无法度。为了要争取同情呢，就算伊无能，伊嘛会结出敢若病囝的模样，也就是讲无病假艰苦。啊，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，双鱼座为着要争取别人的认同，伊的动作会真多。啊，那巨蟹座的人呢，伊心思较幼，会想办法得到别人的肯定。另外，这个处女座伊要求别人配合伊本身的想法，所以讲较熬互别人有压力。啊，无论什么款的人格特质，你若伤重自我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拢真够引起反感。今日讲的俗语是无能假病囝。